这件车祸是发生伫中华步心，一个43岁男子驶修理车连误弄，先来弄2台轿车，了后佫冲弄一个徛伫超商门口的民众，然后佫失控弄着2台车。本来有风声，讲这件车祸是因为有几台车伫市区咧批车。不过警方调查了后讲，毋是安尼哦，是这个肇事的驾驶当时驶车要去载囡仔下课。 违规共食过双黄线，才会发生连环车祸。穿乌衫这个查甫人对超商行出来，就看到一台白色的修理车向伊冲过来，伊被护险全轰弄到，修理车佮冲去哩前行道，弄破超商的玻璃门。5台车发生连环车祸，4个人受伤，细粒的查甫人伤势上严重。 头壳甲骹手拢擦伤，紧送上病院。他说他的膝盖、手啦，还有胸部都会痛。惊险的车祸就发生伫昨9点多，警方调查，讲弄的这台白色的修理车，敢若是因为违规超车，食过双黄线，到这个路口，佮食过双黄线，甲头前迄2台车掠过，先失控弄着行人，才佮弄着轿车甲超商。路口轰弄的轿车，佮弄着路边的车。 造成1个人重伤，甲3个人轻伤。听讲是几台轿车伫市区咧驾车。该名驾驶要前往园林市接送补习班下课的小孩，现场驾驶人经酒测均为0。白色的修理车小连续弄着过路人，路边的车也有超伤。车祸发生后，超商也派人来修理破损的壁道甲玻璃门。那详细车祸原因，警方个需要进一步调查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